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马上就要过年啊，加上真侪学生拢开始放寒假，为了加强这段时间的治安工作，警政署对16号暗时10点展开为期15天的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确保治安甲交通的平顺。台南市警察局也伫安平第4分局集合，市长为着也特别前往视察。市长强调，虽然过年大家拢放假，但是维护治安甲交通是无放假的。今天是重大节日假期维护治安工作的首日哈，所以我们特别来跟我们的警察同仁还有志工来慰勉。一方面希望在春节期间能维持好的治安工作，还有交通维持。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说给民众在假期中间玩得开心，那没有后顾之忧。那前一段时间在选举期间，台南市的警方以及我们的志工民间的力量表现得非常好，没有重大的危安事件发生。那有发生的部分也迅速破案，这点让民众感到满意的。那接下来我们会加紧努力，会把接下来工作做得更好。总之，治安维持的工作是一个没有休止符的，就是努力再努力，做得好还要更好。这点是我们司法机关给市民的保证。也希望说在这段时间，民众交通治安跟民众的满意度都能够提高。春节期间，伫各大旅游景点，市府也拢做好交通疏导的规划。警察局也有提供无伫厝的巡逻、付钞等便民的服务，有需要的民众也会使甲警方来联络。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新旧任书记长的交接典礼，由市党部主委谢良介主持感交，由蔡耀辉交棒予王家珍。谢良介一方面肯定党团自主产生新的书记长，另外嘛感谢蔡耀辉为党内奋战。希望党团伫王家珍的带领，能够冲破难关，更上层楼。党团自主呢，在我们各县市里面呢，台南市应该很早就是这样做，就由议会党团呢自主，那带领这个党团来做在议会的一个为民服务，还有议事攻防。那过去呢，历届都表现得不错，那所以在我们这些同仁的奋斗之下呢，我们让支持者在台南市可以说是都极力的肯定了。那这一次王家珍议员他挺身而出愿意来担任这个书记长的重责大任，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他在议会也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又在行政机关历练过，所以他是很有议事经验，又有行政经验，所以未来这一年呢，我相信我们的党团呢会更茁壮，尤其是现在面临险峻的一个政治形势，那更需要党团呢来带领我们所有的支持者，给予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呢在台南市更大的信心跟支持。愿意在这个时候，我自己主动的请缨，继续再请教各位党团成员对于市政的看法，以及大家的高见。刚刚我们蔡玉辉议员讲的家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说是领导我们其他15位成员。我们盼望其他15位成员呢不嫌弃，我们携手合作，把党团的声音呢做一个最符合民意诉求的传递，让台南市政府看到了国民党的战斗力、监督能力，以及呢我们为民服务落实的各种该有的责任。蔡耀辉表示，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的产生，
毋是由市党部来指派，而是伫咧和谐、承担的前提下，由登记遴选产生。伊嘛感谢王家珍伫咧国民党大选失利以后，勇敢徛出来承担责任，愿意带领党团为民服务、监督市政。王家珍，我免去介绍了吼，伊大人称他为侠客，那侠女，我正式来宣布了吼，等阮注意了，等阮的发言人来了，阮正式来交接。新任的书记长王家珍嘛表示，即届徛出来甲党团议员做伙拍拼，会继续追求社会公益，关心市民甲少年人的福祉。另外，嘛加强培养年轻世代的接班。新党团将由年轻世代李中琴甲李正国担任发言人，而副书记长则是邀请有经验的罗君豪甲蔡淑慧担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农历春节要来临，台南市议员林美燕连续6档发起的爱心年菜，连贯活动，予南区甲安平区的单亲弱势家庭、电源户，伫咧离岛的围炉时，拢会用品尝着美食。今年由康黄金主审爱心会、甲探索玛丽以及这位善心人士的共同认可，总共募集了将近1000份的乌骨鸡年菜，并且进行观景仪式。有消费局代表接受。过年前想要大家都很忙啊，因为要迎接这个快乐的年，所以忙中忙外的准备这的代志。当然办年菜是其中上个重要一件代志。所以一个家庭有爸爸妈妈，当然大家各自在各岗位上面工作，但是如果欠缺了一角的情况之下，属实他这个人他就真的比较辛苦了。所以这几年来我们有好多的爱心人士跟美燕讲。所以透过美业，我们把这些小爱化为大爱，然后把它们集资起来就是每一个的单亲家庭透过社会局，还有一些边缘户，我们就给他就是准备一只鸡，这个是前手的鸡，当然这鸡跟这鸡嘛，那小布公的鸡，我们希望他的家与这个鸡能够一样圆圆满满的。除了年菜，另外嘛有中华九子慈善会、关景的沐浴清洁组。将送予游民甲韩氏，而今日起分别伫咧议员国民路服务处、湾里甲安平联络处等3个地点来发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台南历史文化甲人文风情透过影像等多元的创作来展现精彩面貌，市府新闻处所规划划时代动画影展甲学生情景已经迈入第3档，对去年6月开始征件，经过100多件的作品审查，最后入选20组的队伍，希望伊的作品正式甲市民见面。我想要呈现出台南，就是台南人很热情，然后还有天气很好，然后很多古迹呀，很多好玩的景点，所以我用小太阳这个主角，然后去串起一连串的台南景点，然后介绍台南各种好玩的地方，然后希望可以推荐大家看了这部动画就可以更喜欢台南，然后来这里玩。会用来自韩国的国际动画大师赵正来，嘛以平行的角度相当肯定，加上这群少年动画的创作者所展现的实力，嘛互主办单位南台科技大学甲新闻处拢相当感佩，欢迎市民做伙来参与这个在地的国际影展。那你看台湾才100多间，就有20间来参加我们活动，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是大概有动画相关的学校大概都来参加，所以我们虽然只是办学生的动画，但是这个回响是非常的热烈。我们领略到年轻的世代，你们就是你们的力量，你们的时代来临了。所以我觉得透过不管是动画也好，影片征件也好，或者是任何的创作的形态也好，我们要去正视到年轻朋友们你们的心声、你们的想望、你们对未来的愿景、你们对未来的一些期待。那作为公部门，我觉得
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建构一个平台。所有入选学生都来一一接受立位到15000块的奖励，其中学生做作品5月会进行决赛，来争取首奖30万加总额度将近100万的奖金。台新闻滚及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在地石鼓职业团今年迎接2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时刻，石鼓分创分区推出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就是对初一开始邀请韩国甲日本的职鼓乐团举办为期5天的演出。同时，将要伫初3举办5团的联演，喜爱打击乐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机会。今年度呢20周年的石鼓节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团呢，就是我们的野武士太鼓以及我们的飞鸟组舞太鼓，也在5年难得一次的一个合体。那这一次呢，我们也重金礼聘来自韩国的乱打秀，正宗明洞的乱打秀，来到我们石鼓节期间和过年一起来我们园区的朋友一起同乐。那在今年度我们的演出团队呢，还有我们去年度新诞生的一个石鼓手和的一个摇滚打击乐团。那这一次呢，我们在摇滚团队的部分也有邀请到来自新日本太鼓的一个表演团队，是以传统打击日本的传统打击结合了一个摇滚乐的一个方式。所以在今年度的石鼓节呢，非常的丰富的表演节目呢，在我们的预售期间呢，甚至我们的日间套票已经被我们的一个股粉们呢已经抢购一空了，所以呢，在我们即将过年时间还没有规划您的活动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年度2020石鼓节金属耀双十。今年石鼓也特别推出了上鸟市的民众会使伫初一免费入场，以及一票算到底等丰富的优惠，要予来台南佚佗的民众一个好选择。我们今年2020石鼓节金属耀双十，在我们的农历初1到初5的期间呢，首度推出，在我们的初1属老鼠的朋友，只要凭你的有效身份证入园，都可以免费来欣赏我们的一场演出。那这一次我们的预售的活动呢，以及我们现场票券的活动呢，也开创了一个首例，就是我们的园区全部一票玩到底。所以包括之前相关的一些体验设施啊，包括我们的密桥3弹啦，还有我们的滑梯啊、秋千，在这一次我们石鼓节期间呢，全部大开放，希望让大家呢来台南都是一个老少咸宜，然后又有一个艺文气息的一个过年。现在石鼓文创园区除了精彩演出以外，也有侪创新的设施，
加上即届过年的一票算到底，也成为一个充满特色的过年景点。如果有兴趣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即届的十五节。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现在过年的气氛虽然无过去遮丰富，但是大部分的家庭依然是会食团圆饭。但真侪人拢会选择市面上卖的年菜。但这其中可能有高油高盐的状况。吉米医学中心的营养师也特别教民众两个小撇步，来互过年食了更加健康。就是伫当中加搁较侪的蔬菜。也会使伫汤当中加2碗水来降低浓度。当然，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要多增加我们的新鲜蔬菜的部分，包括在运用一些冷盘的部分作为盘饰，可以运用一些青江菜、芦笋或者是青花椰菜等等，简单的汆烫过后做一个摆盘，这样子就可以很轻松，又可以说减少一些我们婆婆妈妈们准备食材的一个辛劳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一些瓮汤的部分。那瓮汤的部分呢，通常都是会使用一些动物性的胶质，富含动物性胶质的一些食材，包括像是猪脚啦，或者是蹄筋这一些，像佛跳墙里面就是富含这些东西。那这些是为了让它的瓮汤的整个浓稠度提升，但是通常也是要注意到说。这个通常油跟盐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在还没有复热之前呢，就先把上面的白色的浮油块先给去掉。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再多加2碗水，或者是加一些新鲜的叶菜类，或者是像我们冬季的当令蔬菜、大白菜等等的，去增加它的去稀释掉它的盐度，然后增加它的鲜甜味，这样子。除了这2个小撇步以外，营养师也提醒，如果是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等状况的病人，伫过年期间上好也要做饮食的控制。关于糖尿病病人跟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的病人，那在糖尿病病人的这个部分的话，除了可以事先跟营养师做一些饮食的规划之外呢，还可以藉由分量的控制，还有遵从医嘱的用药。那过年期间呢，也建议说到户外去走走，那提升你的体能活动。然后可以让你的血糖更稳定。那在饮食的部分的话，有一些食物，尤其是糯米制品、一些年糕、甜的年糕等等，以及一些过年都会吃的一些点心、含糖的点心，这些吃的部分要适量的摄取，避免去影响说让我们的血糖大幅度的上升这样子。那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的病人的话，在饮食的部分的话，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一些。像腊肉、香肠，还有一些肉干，这些含有高盐分的一些食物。那在一些油炸的食物，以及一些蘸酱或一些红烧的烩汁、勾芡的烩汁的部分，它其实也是隐藏了一些高油高盐的一些陷阱，所以也是需要额外的注意这样子。现在吉米医学中心也有甲吉米食品共同合作，推出健康佮营养的年菜，要互民众伫过年期间也会使食健康好过年。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大约有2成早期人癌，也就是癌前病变，是无法度摸到，甚至连超音波检查拢无法度锁定。这个时阵就要利用年房摄影诱检定位术来取得这钙化点的病灶，进行病类化验。筛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做乳房摄影的时候，看到一些所谓的有疑问的钙化点，那通常这种钙化点，我们可能在触诊的时候摸不到，并没有办法摸到肿瘤，甚至它根本就还不是肿瘤。然后我们在参剖也并没有检查出有肿瘤的情形，但是我们在摄影上已经看到这种所谓的有疑问的微小钙化点。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用一般的出针切片或者是细胞学检查是没有办法去做出正确的这个病理化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必须要运用到所谓的乳房摄影定位切片，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化验。这样，医生表示，人癌初期5档的存活率有9成以上，因此在发现初期年房钙化，就要马上处理才是上好。早期的乳癌，从第0期甚至1、2期的乳癌，它的5年如果你接受标准的治疗，它5年存活率可以超过9成，甚至9成5以上。但是你到了第3期之后，它就掉到7成以下，第4期甚至只有大概不到1/4的5年存活率。所以只要可以早期发现的话，这个乳癌基本上可以算是几乎可以治愈的一个癌症，甚至说你
让它还没有形成到肿瘤，甚至还没有形成到一个侵袭性乳癌的程度，你就把这个病灶处理掉的话，你甚至开完刀就好了，你连化疗或者是电疗甚至都不需要接受。根据临床报告，第一期仍然治疗率高达95%以上，所以若是会当早期发现、早时手术，甚至唔免接受腋下淋巴挂毒，也就是化疗以及放疗所带来的副作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台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林梦莹表示，人的胆甲胰脏系统因为位伫人体较深层的中心地带，相关的疾病较无容易被早期发现。亲像胰脏癌被发现的时，经常拢是较尾期，而且目前对着单胰岛疾病主要诊断甲检查，拢是透过腹部超音波，但容易受到胃肠道的气体干扰。现在透过内视镜超音波，就能进一步看清楚单胰岛的系统，大大提升诊断甲治疗的准确度。胰脏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因为其高死亡率，往往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让病患不胜唏嘘。传统的胆胰道检查是透过腹部超音波为主，辅以电脑断层及磁振造影为帮助。但是腹部超音波通常会受到肠胃道空气的阻隔，而有着影像成像上不清楚的限制。断层扫描及磁振造影则有着显影剂使用上的疑虑，因此内视镜超音波在胆胰道的检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成大医院目前自2015年来，我们已经执行了超过800例内视镜超音波的检查，已经超过100例介入性内视镜超音波的治疗。未来透过海内外继续培训年轻医师执行内视镜超音波的能力，将可嘉惠更多台南的患者。林梦莹医师强调，目前内视镜超音波伫个诊断胆胰岛的疾病甲肿瘤的切片，拢有通过世界各国的认证。而且新台病院对2016年开始执行内视镜超音波的检查甲相关治疗，到目前已经完成800例胆胰岛检查甲100例解离性诊断甲治疗，希望未来会用造福更较侪患者。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面对台湾长期欠水状况，市府甲相关单位正积极努力伫水资源回收再利用。嘉义理大学嘛向教育部争取经费，成立了全国为校园内再生水类散线工厂。当初会有这个计划，嘛是因为学校为了整合校内环境，影响学院的资源运用，同时有学生更加完善的培训基地。学校会来设立这样的一个再生水类产线的工厂跟人才培育的基地，最主要用意是说学校已经有20几年来也设了一个环境永续学院。那在这学院里面呢，我们校内就已经有5座的废水处理厂，再加上1座的人工湿地，所以同时有一些检定的场地、水质分析的实验室。那已经有这些的基础之下，那我们学校就想说，既然在教育部的整个优化技专校院的实作环境的计划里面，能够让我们这些的设备更精准、更完整，而且让我们的实作场域能够再扩大，然后让它整体完备性。所以我想学校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来争取这样的基地的设立，然后让我们的师生甚至可以把我们伙伴学校一起分享，上游学校也可以来这边做实作场域的实习体验，所以才会特别来争取这样的一个计划。除了这个工厂以外，这个计划当中嘛有工厂设备维修、甲水管配置等相关的实施单位，未来将提供学生甲合作单位的培训甲科教。我们事实上在这个计划里面还有搭配了一个就是再生水资源云端物联网这样的一个监控中心。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2个特别的检定场地、实习工厂。譬如说，第一个，我们还结合了，因为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再生水的这个工厂，所以你要有前置的这些培养学生怎么在机电设备的实习的部分，所以有机电设备实习工厂。那同时也加上怎么样配管配线实习工厂。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事实上有4个新的
建设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实作的场域，来跟我们原来这些结合。那这个是全国唯一，而且是最完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再生水这样的一个裂产线生产工厂。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资源除了跟我们的伙伴大专院校端来分享以外，也跟我们上游的高中职端，让他们师生有机会都来现场了解、实习、体验。这个工厂并且将校园内污水处理后的处理再生水，将提供校内使用。如果是水资源欠缺时，麦当提供更加清气的高级再生水，提供给半导体产业使用，方便水资源的调度。这是我们学校污水处理厂的净流水，其实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产生的生活污水啊。那这个是我们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的排放水啊。那你看起来这个就相当的干净了啊。那这个水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再生水厂，我们在再生水厂经过层层过滤，那第二道过滤呢产生的这个超过滤的产水呢很清澈，那我们拿去呢做我们宿舍区域的这个冲厕来使用啊。那但是我们这个高级再生水厂其实可以处理到这个逆渗透的这个处理水，那这个逆渗透处理水其实呢它已经相当接近于纯水的等级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水呢拿去给像半导体产业啦，像中钢的这个锅炉用水啊，那相当的适合。那你也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自来水。刚看到那个超过滤薄膜的水呢，其实跟自来水一样清澈，但是呢，它的这个里面的物质我们已经把它层层再拿掉了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再生水厂它的一个水的处理的结果。嘉南药理大学现在嘛甲国内水资源相关的单位签署合作联名，提供学生实习甲预约就业的名额，要落实毕业得当就业的目标。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